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要来介绍这位经过生死关头、人生更加畅快的人物。伊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家维。2017年，伊伫要登去苗栗的山路，再落山谷钓32点钟，都敢若靠一罐葱仔鱼罐头，挡过生死交关的一暝。捡回一条命了后，伊更加热爱生命。伫伊的背后，其实还阁有真侪故事。譬如讲，伊为着要保留山林的原始的风貌，所以要一座12000平方公尺的山，起一间玻璃厝，内底有藏伊千奇百怪的收藏品，包括几亿年进前的画作，包括每一个朝地古文物，甚至还阁有100多尊落难的神像。李家维更加是屏东古原卓云食物保证中心的推手，在伊甲团队的努力之下，复育保存的食物高达32000多种。伊为世界留下珍宝，嘛为家己活出精彩的人生。就是那个车道，越过这个对向的车道摔下去，我真不晓得自己开了什么玩笑。带咱重回车祸地点，伊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家维。2017年11月2日，伊家己开车刷对咧十赞老悬的山谷，受困32小时，死来逃生。哇，你那时候笔直的坠落到最底下。我听到水声了。你听到水声了是不是？但是看不到。哎呀，这遥想1年前在此落难，今天来这儿，也稍微平掉一下我那个摔扁的车子。了无踪迹，10层。经过劫难回来，更加乐天知命，嘛无创伤后压力正重。65亿笑眯眯，甲咱讲到生死交关的迄段奇妙经历。是一段很孤单的时刻，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刻。现代人很不容易找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人来相烦，然后静静的可以欣赏周围美景的时候。倒伫冰冷溪谷，靠着求生本领，李家维平安的度过一暝，随来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甚至因为发现，强要绝种的比当树非常欢喜。那时转换关键，竟然是一罐葱仔鱼罐头。我落难之前几天，孙子回台湾，车上放个罐头，是准备当教学教具用的。结果没有想到反而救你一命。啊，对，这个孙子很得意。回美国去之后，在幼稚园里头还告诉他的同学们，I rescue my grandpa 。度过一天一暝，李家维总算被救援队找到。虽然全身湿温，到处划伤，就探甲进前，也阁请厝内人翕相，记录人生难忘一刻。在那之后，当然对人生就更珍惜了，每一天都想，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不过，性格上有些改变，我觉得比过往更任性、更坚持一些。想想放纵点自己也没什么不对，活着还是很开心的事情。这种意外当活落来，被医生看作是奇迹，只是对李家维来讲，对咧山谷进前有一段失落的记忆，记袂清楚家己到底是安怎摔落山谷的，因为这条往苗栗的山路是非常窄的，等于厝的路。这个平台要是光秃一片，其实是不对的嘛。有这么漂亮的树在这里当自然背景，多好！尤其人家活这么久了，硬生生砍掉，对水土保持不好，对景观不好，留下来多重的获益。这所在是李家维伫苗栗南庄的厝，每一个周末伊拢会来这享受山林的洗礼。另外，玻璃厝选伫这，甚至继续各做细节，拢包含对生态关怀。这真是一个好地方，野兔啊，各式各样的野生的植物，让整个林子充满了活力。我们很努力地克制好奇，也因此只在房子边上活动，后山不太进去，我们就留给自然吧。因为台湾的低海拔大多数都开发了，
如果还保留着山林的样子，几乎也都变成了人工林，尤其是竹林。30多年前，李家维买这规大片，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尺的山头，因为介意这的纯粹甲活力，除了玻璃厝，李家维啥物都无做，保留加海拔森林应该有的面貌，把风景留予野花野草赞好。从小喜欢自然界，跟出生在澎湖，或者是跟自己的个性，应该都有明确的关系。不过，敲化石的那个历程，更让我明确地体认到。生态危机就在眼前。互环境延续，嘛为家己大量收藏品找一个厝，除了一间将近180度无敌山景房间，3层楼玻璃厝内每一个角落拢会当看到伊对世界各地收集的画照甲古文物。这是个象牙，4000年前，它出现在中国的甘肃，所以是属于一个叫做齐家文化的制作。当然，在新石器时代，5000多年前，似乎在彩陶上头也有花的造型，但是那是个抽象的，似乎像花。这个是一个5个花瓣的花，我把它称作中华第一花，有可能还是世界第一花。身为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家维以规半世人研究各种动植物甲古生物，爱慕生切以收藏品包罗万象，有几过1比1复制抓暗流画照、动植物标本500多罐中药材，也有各朝代出土文物，怀看几个万年，亲像一间时光博物馆。世间未知的知识，个人未知的，全体人类未知的知识，还有那么丰富，等待继续的发掘。来享受，当然他们需要一点费用，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超过钞票上头的价值。找到他们，如果在负担得起的情况底下，这个意义绝对比他们在银行里头看不见的钞票还要重要。这是我的神坛，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对于佛教艺术跟它背后的故事有很高的兴趣，道教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各种神佛，有时候我开玩笑说还有一些鬼怪，确实道教里头有一些是雕的鬼的。李家维是科学家，嘛是无神论者，伊收藏大约750尊千奇百怪的罗兰神像，对大尊的佛祖、罗汉到木刻的观音、妈祖甲三太子等等百无禁忌。我自己觉得它很代表台湾，后头有丰富的故事。这些来自于台湾各地的被遗弃的神像，有些来自宫庙，有些来自于家里头的拜拜，各种不同的背景，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退休了，和平的过日子。来这里养老。你看看，我刚说和平的过日子是有道理的。广泽尊王是泉州人拜的，开漳圣王是漳州人拜的，以前械斗啊。但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不止收藏，李家维发挥科学家的精神，对外貌开始探究身上的造型，再个推论出自什么无同的朝代、身份典故，伊拢真清楚。伊嘛精经动用碳14电工这机器，对查雕像形式拢真认真。这款理性感性的特质嘛，发挥伫好有特别绝境的食物。这里是教授的花房，但您看到这一排全部都是40多种的凤梨，另外一边还有30多种的秋海棠。目前这里有100多种的植物，不过当初新建的时候有更多，只是大部分都移到了屏东的孤岩卓云植物保种中心。屏东那里的花房的结构，温度的控制等等之类的，也符合经济效益，成本不要太高。也因此，我就把这个范本放大，变成屏东的花房。所以你到那里去看，这基本造型是一样的。都市的食物规排规片青的青，亲像行入热带雨林。2007年成立的保种中心，占地3.5公顷，有17间大型的温室，专门保育热带、亚热带外体食物，数量高达32000多种。幕后推手就是李家维。我清楚的知道一样事，就是地球上生命兴衰的节奏。对比现在的现生的生态，我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类正在面对一场很可能是史上少见的大灭绝，
如果我们可以在灾难来临之前，好好的拯救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做复兴被摧毁生态系的材料的话，是一件有趣而且可能有意义的事情。对热带食物保证到罕有动物保育，李家维带领团队每档开上千万，因为制作食物的诺亚方舟多年来已经成做全球上重要热带食物庇护所。但是伊的起源就是苗栗山内这座小小花蚌。地球上头曾经存在的物种跟个体，当然远远高过现在活着的生命，不是永恒的。那么在什么时候诞生，在什么时候离开，就是机缘吧。我得赖活着，就是撑到最后一口气，因为这个人生，这个世间太美好了，怎么舍得离开呢？永远存着好奇心，在活物中体会美好，嘛在食物中了解自然循环的法则。李家维对生命热情，甲这片土地热爱，为世界留下珍贵宝藏，嘛为家己活出精彩人生。